歡迎嚟到告別練習室，我係告別導師劍青。我會帶領嚟到呢度嘅人回顧佢哋嘅人生故事，再好好同摯愛告別。我哋借用5道人生概念，以道謝、道愛、道歉、道量同道別5個主題，邀請參與者留低一段說話同祝福俾至親，希望做到去者善終，留者善別。我時不時都仍然會掛住你㗎，會記住你㗎。最重要就係我已經唔怪你啦。照顧者芳芳、晚期病人 William、喪親者鄧太同埋社工 Vincent 會參與呢場生前嘅告別練習。芳芳喺3日大嘅時候喺流產所被收養，一直飼養母為親生媽媽。佢一向都係乖乖女，對媽媽嘅說話言聽計從，唔敢逆佢意。不過都曾經因為照顧爸爸嘅事情上，同媽媽有過摩擦。10年前到啦，咁嗰陣時我爸爸開始身體唔係幾好啦，咁就我好想請個工人翻嚟照顧佢哋2個，咁但係我媽好反對，佢寧願佢安排爸爸入老人院，佢都唔肯請個姐姐。咁嗰段時間係我會覺得最唔開心嘅，我會覺得我可以照顧到佢哋，咁但係當我爸爸入老人院嗰一下，我會覺得即係好似我將佢放喺家庭以外嘅地方啊，我會覺得我照顧唔到啊。咁所以嗰陣時就算我放工啦，我即刻會去老人院，每日都係去即係同我爸爸食晚餐。即係有時即係我可能啱啱坐低同我爸爸食完飯，我媽就叫明同我講幾時翻嚟啊？幾時翻嚟啊？咁我會覺得我唔開心咯。所以一路個心就有緊刺，或者有啲唔舒服，好似因為錫媽媽亦都錫爸爸。係因為基本上我之前對我媽所有意見我都係冇意見嘅。咁但係呢件事我會覺得到我爸爸走咗之後，我都會覺得我係喺呢段時間做得唔好。冇辦法照顧爸爸終老，成為咗芳芳嘅遺憾。後來到屋企最強嘅人，媽媽倒下嘅時候，芳芳唔想假手於人，於是成為咗唯一嘅照顧者，但壓力亦隨之而嚟。即係喺當佢仲可以即係獨處喺屋企照顧到自己嘅時候，咁嗰陣時候我工作都好忙嘅，咁但係我會5點鐘起身煮好晒嗰日嘅午餐早餐，煮完飯到6點幾鐘我咪出門口返工。咁但係其實都好唔安心嘅，因為嗰段時間佢好想我喺屋企。咁有時我呢頭落咗去搭車，佢嗰頭已經同我講：你放工未啊？我話啱啱返工嘅啫噃，咁樣你快啲返嚟啦！你唔返嚟，你一陣間見唔到我㗎啦。芳芳係一個幹練嘅人，果斷、統籌能力強，但一直忍受媽媽嘅專橫，因為知道佢冇安全感，不斷遷就迎合，但發現壓力並冇少到。一路尋索，終於了解到被照顧者其實都係需要一份安心。即係自從接觸咗聖象堂，接觸咗義工團隊之後，我發覺我唔淨係一個照顧者，我都係一個被照顧者。喺呢個過程裏邊，我會知道原來俾人幫係好舒服嘅。我覺得我多咗啲力量。咁我以前就係總言之係得，我頂得住。咁啊，即係對我媽嘅所有要求，我頂得住，我就會全部去做。咁但係我冇令到佢覺得開心嘅喎。其實我有冇俾過呢種安心我媽咧？我可能冇嘅喎。所以我會覺得其實我冇滿足到佢啊。我只係喺度不斷喺度俾空間佢去加大自己嘅要求。而呢個要求咧對佢嚟講係咪佢最想要嘅咧？
可能唔係。但係你而家就好似將自己都調節緊喎，即係將嗰個係嘛？係。即係又調節媽媽，亦都調節自己。我有時覺得我自己好多行為咧、思想咧係受我阿媽影響嘅，例如好多即係説一不二嘅行為啊。咁我會覺得可能我都要告誡一下，即係喺我嘅餘生裏邊，我應該以我阿媽為鑑。我唔希望到我最後階段嘅時候，我都淨係得達全妾。個天都好幫我，就係去到呢個階段，我都嚟得及話俾我媽媽聽，等佢知道佢應該安樂，同埋佢擁有嘅嘢，就唔止個全妾，唔係儲翻嚟嘅，係我哋一齊兩人嘅關係，係咁。我都覺得喺呢段時間令我對我自己將來有信心。太后，講乜嘢咧？我想同你講咧，有一段時間我嬲你，我會覺得你都冇為我將來諗過，冇諗過我嘅幸福啦，冇諗過我嘅人生啦。但係喺好長嘅一段日子，你都會講到人生只要有你就夠啦。你又話，如果個個男人都似阿爸咁咧，你就話寧願唔好嫁啦咁樣。咁但係喺我角度裏邊，我有時都會諗，究竟我以後係點樣過嘅咧？你有冇諗過咧？不過而家我唔嬲啦。當我打開櫃桶睇到原來你都係咩都冇嘅時候，我覺得我都好好彩㗎啦，因為有你啊嘛，係咪？雖然你係從來都冇講過話愛我，不過我而家會令到你講，我會逼你講。最重要就係我已經唔怪你啦。William 今年89歲，9歲嚟咗香港。佢後生時喺英國生活過，當時係1971年，帶住朋友俾佢嘅77磅闖天下，做過生意，又喺唐人街餐館打過工。一住就住咗13年，呢段英倫經歷嘅記憶到今日依然深刻。William 成日掛喺嘴邊嘅一句說話係：出路遇貴人。喺英國，每當遇到難關，總有貴人相助。83年，佢決定返嚟香港結婚生仔。不過佢嘅婚姻生活唔係咁如意。當太太離婚後，William 一個人帶住仔仔生活。佢嘅人生哲學由遇貴人變成靠自己。咁返嚟香港之後咧，又有咗仔仔啦，86年係咪？咁個生活又點樣樣啊？咁我返到嚟咧嘅生活就緊張啦，緊張好多，緊張，因為自己唔食咧，個仔都要食噶嘛，所以緊張，一定要揾嘢做啊！揾嘢做。到佢2歲至3歲嗰時，至有份長工做。長工就穩定一啲咯，會唔會啊？穩定啲，咁但係都係做1-2年嘅啫。都係2年啫。咁就個酒樓執笠，個餐廳又執笠，咁啊自己又係做part time，又做part time，養個仔，
係有埋阿仔一路捱世界同阿仔係嘛？咁我要嗰陣時嗰個心情點㗎？都會唔會好辛酸啦？定係覺得都冇啊？責任做阿爸爸就係要咁啦，係點樣心情點？都冇覺得，冇乜覺得特別。即係我就唔覺得，即係仲要財來自有方。William 係一位晚期腎病病人，走到人生最後階段，佢依然樂觀。我坐十字車入醫院，就諗住係咁大㗎啦。係啊，誰不知住咗5、6日，又出翻嚟啦。我精神咗，我話出院。精神嚟啊！去醫院話唔好出院住啦。咁我話：我就係要出院啦，死就死啦，唔使喺醫院好悶㗎，因為我要顧個仔㗎嘛。你想睇住阿仔？我仔有精神病㗎，都係顧住阿仔。照顧我仔啊，咁我要出院。咁啊出咗院，第一次覆診，1個月後覆診，最後3個月再覆診。咁啊，再覆診，覆診覆2次係。佢俾張覆診紙我咧，佢哋下次1月覆診啦。1月即係下年啊？1月幾時？佢即係一個月後覆診啦。1個月後覆診。誰不知我揸住覆診紙翻到屋企咧，一睇唔係喎，1年後。1年後即係穩定啦，代表隻病情係嘛？即係你都有啲唔信。佢1年後就覆診喎，仲喺由屯門醫院轉去天水圍醫院。天水醫院1年後覆診，咁證明即係冇咩事。我個壽命仲去1年後，係咪啊？我第一個要留言嘅就係我個仔，我好關心佢，睇佢以後嘅生活點如何過咧。星期要少啲食煙，照自己唔好四圍去小心啲。鄧太同先生阿達結婚接近20年。2009年，佢先生不幸患咗小腦萎縮症，影響手腳協調，要坐輪椅，吞嚥困難，最後仲失去說話能力。鄧太一直不離不棄咁照顧丈夫。回憶起嗰段日子，苦中帶甜。我自己覺得照顧者去消化嗰個過程先至係最重要咯。你頭先提到好好嗰2個字係消化嗰個係嘛？你自己個點樣個消化點樣進行？點樣幫到自己？有冇簡單啲喺度同大家分享下？即係我自己都會調節去無論係時間啦，無論係心態上面讓佢去做自己想做嘅嘢啦。同埋去幫佢完成佢想做嘅嘢咯。譬如佢想寫書嘅，佢寫咗4本書。佢想做啲咩嘅就陪佢去做咯。其實我哋結咗婚之後，其實我哋都習慣每一晚都會傾偈，10分鐘、15分鐘，有時長啲，有時短啲。晚期嗰段時間，我會多啲去回顧佢自己嘅人生咯，佢自己嘅得失，或者係我好想同佢講嘅説話，因為我唔知道佢走嘅最後一刻，我喺咪佢身邊㗎嘛？事實係啊，就係佢喺醫院走嘅時候，我唔係喺佢身邊嘅。咁所以咧，我都會好珍惜嗰段時間，同佢講一啲我覺得好多謝佢嘅説話啦，同埋好覺得佢幫到我嘅説話啦。原來我就以為我要做多啲，我要做多啲，做多啲。但係其實佢嘅回應就係話俾我聽，其實已經夠㗎啦，OK 㗎啦。咁或者係佢原來對我哋呢段婚姻已經覺得係好滿足㗎啦。
咁樣。咁我覺得呢一啲其實原來喺個過程裡面，透過大家去仲可以傾到嘅時候咧，就即係都幫助我調節緊我自己。哦，提醒自己，哎呀，唔好再咁進取啦。要慢慢咁學去停落嚟，夠就得啦。調節時間心態，鄧太喺照顧丈夫嘅路上不斷摸索轉化，直到丈夫離世，佢要克服喪偶嘅傷痛，重新上路，行自己人生嘅下半場。丈夫過咗身之後咧，其實我覺得我都需要去面對呢件事。首先我就辭咗職，唔做嘢，因為我覺得咧10幾年嘅照顧裡面太攰啦，即係攰到一個點就係、其實食嗰啲嘢好似唔係好覺咧，嗰啲係咩味咧？唔知道自己想食啲乜嘢咧，因為太集中去照顧。咁於是我辭咗職，甚至係去嗰個喪禮，我都嗰啲嘅事務其實我都即刻交翻俾佢嘅細佬、佢嘅屋企人。教會嚟到去處理。最近至出個本就係你作為照顧者同先生行呢段路係咪？即係先生有好多調節呢個咁嘅病，一路要即係走下坡。你亦都好多調節，因為你個心好想頭先講好想照顧到佢，幫到佢。係啊。有冇一啲你都已經記低咗，或者仲想係睇翻呢度分享出嚟？其實我寫呢本書咧，係喺我丈夫過咗身之後半年之後到我開始寫呢本書咯。咁其實我覺得係透過嗰本書自己去寫咧，都幫緊我。即係其實我覺得照顧者好容易咧，就係覺得自己做得唔夠，做得唔好。當我寫咗好多嘅時候，我就發覺我對自己好似原諒咗自己啊！哇，咁多嘢做，我做得唔好，我都應該要接受自己啦。我都因為太多嘢做，我都唔能，我唔係萬能噶嘛，我唔係能夠兼顧晒所有嘢噶嘛。同埋喺頭1年，其實我都每個月我都會寫一封信俾我先生，即係進入一個新嘅階段嘅時候，一啲嘅心情咧都去宣泄、去表達出嚟咁樣咯。阿達，你記唔記得咧？我哋拍拖嘅時候咧，我哋都成日寫信。今日我都寫咗封信俾你嘅，咁我讀俾你聽。阿達，雖然咧你離開咗，我哋已經差唔多2年啦。我知道咧你過得好好，因為咧你喺上帝嘅手裏面，所以一定好好。不過我都好想話俾你聽咧，其實我都過得好好。其實你教曉咗我好多好多嘢，你教曉我咧，即係點樣去活在當下啦，即係好好去做而家可以去做嘅嘢，應該做嘅嘢，你都教曉我。你教曉我咧，即係可以去計劃，不過咧好多嘢都係會變嘅。會轉變嘅，要調節自己嘅心態。雖然咧死亡令到我哋分開咗，你完成咗你嘅使命啦，完成咗你返咗去天堂啦，但係我仍然有我自己要走嘅路，要行嘅路咯，所以我都會繼續嚟到去行落去。所以你放心啦，即係我哋雖然係分別咗，即係我哋分開咗，但係我哋會再見嘅。因為將來有一日咧，我都會返到去天堂裏面，同你嚟到去相遇嘅。雖然到時我唔知道你認唔認得我啦，但係即係我哋會見嘅，我都好期待嘅。Vincent 係一位服務晚期病人嘅社工，經常面對生死。佢自己亦有一段同至親分離嘅經驗。2012年，同佢亦師亦友嘅爸爸離世，係 Vincent 人生重要嘅一課。爸爸離開時，
Vincent 啱啱踏入29+1嘅年紀，佢形容係人生嘅新 chapter， 要面對生活同工作嘅轉變，又少咗一位至親，除咗唔適應，更帶有一份遺憾。爸爸喺2012嗰時走，都好似聽你講係有啲遺憾。嗰刻佢離開咧，係對我嚟講，我諗對我同我媽咪嚟講都係一個好大嘅，即係一個轉變咯。咁而遺憾就係咁，因為佢走嘅時候我都比較年輕啦。咁到我早幾年結婚嘅時候咧，咁當我爸就係冇辦法出席到啦。咁樣咁呢個係我有少少嘅遺憾嘅。點解婚姻或者你同先生嘅結合咁想爸爸睇到嗰個？即係嗰陣時嗰種遺憾係代表你反映咗你重視啲乜，或者想即係我自己去感受翻就係，即係結婚係即係一個人生真係成長，即係有自己家庭嘅一個。用翻嚟都咁做。即係我諗係一個大嘅，好似成人禮咯。咁會好想即係爸爸喺度見證咁樣咯。咁但係我覺得對我嚟講，真正如願翻我自己咧，就係反而係嚟咗安寧在家有一次嘅一個服務經驗咯。係啦，咁就係服務對象啦。咁佢一個晚期嘅癌症病人嘅爸爸係啦。咁佢就因為身體狀況好差，咁本身佢有3個女嘅，咁咧就係佢大女，其實本身都計劃咗結婚，咁但係就因為爸爸狀況太差啦，咁咧佢哋就特登提早咗咧去搞嗰啲註冊儀式，係啦，咁本身咧其實醫院嗰邊醫生都好好，就話如果可以安排到佢出去，咁就都想揾我哋呢邊即係 support 佢啦。咁當然係冇問題啦，絕對想。咁可惜咧，當日佢真係個身體狀況真係比較差。咁但係咧，其實佢都仲可以睇到視像直播嘅。咁所以咧，我就當日去咗醫院咧，就陪佢去參與呢件事啦，喺視像。咁咧都幾深印象係嗰個爸爸咧，佢其實都幾唔舒服嘅嗰日，係啦。咁但係佢知道個女結婚，咁啲腎上腺素可能飆升，令到佢舒服啲啦。咁好深印象係佢見到佢個女註冊嗰下，佢拍手咯。咁咧我都覺得真係果然係嫁女係特別開心。咁呢個經驗係咯，即係對我嚟講係。咁我講翻少少係，咁我陪佢嗰日咧，咁都好開心啦。即係我都有同呢位 patient 講翻，都好多謝你俾我參與，你即係陪你同見證住你個女結婚啦。咁我自己一出醫院門口咧，我咧瘋狂喊啦，咁咧我估醫院啲人以為我有屋企人死咗啦，但係其實就唔係嘅。咁係我真係覺得好似如願咗我嘅心願，即係爸爸過身去到而家，即係呢10幾年嘅時間，我估即係俾咗我一個好深刻嘅旅程，係即係原來一個人佢個哀傷係一世，但係即係中間如果有唔同嘅人去陪伴佢哋，好好咁度過咧，嗰個哀傷係會變得不一樣。咁咧，好想多謝2012年嘅 Vincent， 多謝你咧喺馮老爸走咗之後咧，都係好努力咁樣去學點樣照顧屋企啦、照顧自己啦、照顧馮太啦咁樣。雖然咧都有好多時間覺得好難過，亦都好想放棄嘅，但係都好多謝你最後有堅持到，亦都多謝你咧。一直都好努力，同馮老爸、馮老太咧去陪住我嘅。或者2012年嘅你咧，經常都喺度懷疑人生，喺度諗究竟自己有冇做得好，有冇跟足
馮老爸叮咐你嘅嘢，好好照顧屋企啦，照顧自己啦。但係去到今日2024年嘅我咧，可以好肯定咁話俾你聽，你係做得非常之好，知道嗎？多謝你。